看到别人家去了这么高，我靠，哇！说扫把熊来了，但没有看到，让我们进去，在哪里？来了，你在哪里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来了，被一些魔术师那个带过来。哦，那不是牛吗？那是牛，那是牛。对，在哪里？藏马熊？藏马熊被一些魔术师那个追过来了。追过来了。对。我没有看到在哪里。好像有5个摩托车吧，追过来了。跟着摩托车对吧？对。我还看到摩托车后面跟了一个。那个狗熊在前面，摩托车在后面。追了，全部追了。哪里？哪里啊？哇！哇，这么快！这么快，我们是不是要进去？啊！我靠，好那么快！我天，真的有熊！小西，我们发现网子了。我们不进去不要紧吧？他又回来！冲我们家来！进去！斗牛！别斗牛！斗牛！可以。走吧。赶紧找个人我走。小西，你确定他不会进来吗？我的天呐！为什么你们都不进屋子？我这进来了！真的假的？他们不怕。